主席，施政報告提出要豐富置業階梯，我係支持嘅。不過對當中一啲建議措施，我就有所保留。事關去年喺進一步完善房屋階梯嘅議案辯論中，我曾經要求當局收緊資助出售房屋嘅轉讓限制。我認為資助出售房屋同私樓應該係屬於兩個截然不同嘅市場。資助出售房屋嘅業主喺累積咗財富之後，有力再攀登置業階梯去買私樓，固然係可喜可賀。不過業主就可以獨自升級。至於用公帑資助嘅房屋，就好應該留返喺居屋第二市場，不容許呢啲單位喺補地價之後流入私人市場，因為咁先至可以幫到更多有需要置業而又合資格嘅人士踏上佢哋嘅置業階梯。為咗唔想影響到現有嘅居屋業主，我曾經促請政府只係限制新落成嘅資助出售房屋，不再容許補價後喺公開市場轉售。只可惜嘅係，言者諄諄，聽者渺渺。政府不單唔肯設限，反而由下一期嘅居屋及綠置居開始，進一步放寬新出售單位喺公開市場轉讓嘅年限，由15年降低到10年。政府話放寬居屋喺公開市場嘅轉讓限制，可以鼓勵住戶上進上流，恕我愚拙啦！我始終睇唔出兩者有乜嘢嘅因果關係。其實，當局喺豐富置業階梯之時，每一級都應該有清晰嘅界定。興建資助房屋用緊嘅係公帑，公帑必須係用得其所，確保公平分配。政府理應透過轉讓限制去清晰表明，資助房屋係用嚟幫助真正有置業需要，卻尚未有能力去負擔私樓嘅家庭，而唔係攞嚟抽獎嘅。容許居屋及綠置居喺公開市場轉售，甚至放寬轉讓年期，認同係浪費公帑，我實在係不敢苟同。主席，我雖然係唔認同呢一項放寬轉讓年限嘅建議，不過我仍然係支持其他各項豐富置業階梯嘅措施。主席，我謹此發言，係支持致謝議案。